走进名家，欣赏名段，欢迎收看《名家名段》。越剧艺术不仅在浙江和上海两地广受欢迎，在全国其他地区也非常流行。今天我们要给观众朋友介绍的正是福建芳华越剧团。福建省芳华越剧团由越剧表演艺术家尹桂芳创立。乐团成立之后尹桂芳率领芳华人勇于开拓创新，全方位进行艺术改革，上演了《沙漠王子》等数十个剧目，其阵容之强、声威之大，一时风靡剧坛，令很多的观众为之轰动。通过这段时间的艺术实践，也逐步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尹派艺术，可以说是推动了新越剧的发展还有繁荣。而以尹派艺术为代表的芳华越剧团，则成为了最受观众欢迎的越剧团之一。说到福建芳华越剧团，那就应该先提到他的创始人尹桂芳老师了。尹桂芳老师是越剧尹派艺术创始人。尹派唱腔具有圆、润、糯三大特点，质朴醇厚，跌宕有致。在越剧小生当中，学尹派的占大多数，有10生9尹之称。尹桂芳一生上演过上百个剧目，其代表作品有《浪荡子》《红楼梦》《何文秀》《盘妻锁妻》《沙漠王子》等等。
由尹桂芳开创的尹派艺术，在表演上非常讲究手眼身法步的运用，演技精湛优美，格调清丽高雅，多扮演风流潇洒的人物，而且是文雅柔弱的书生，质朴又不呆板。薛子恭、眼神功更是让人叫绝，聪颖而不轻佻，潇洒而不漂浮。在越剧界，他富有创新的精神，是继袁雪芬之后最早投入新越剧行列的著名演员，为越剧改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
王君安是驰名剧团的优秀影派艺术第5代传人，他扮相俊美，功底扎实，风格酷似其师，质朴隽永，高雅脱俗。其唱腔音色明亮，刚柔相济，脍炙人口，感人肺腑，塑造了许多性格迥异、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。不是，我对你笑你。是在对你笑你，对你笑，对你笑，此次倒是对你我二人笑的。山海，山海呀。把苗岭桥同塞，想你我只因人不识，只因人他想你中涛在里西晨光，奈望君与情他想我富贵荣华不在一人，但是我不功名。他想你因一尽是举众生，难举四句头疼。他笑我世俗不敬，在寺里上夜念经不尽心。他笑我醉翁之意不在酒，他笑你可怜你老家心事。听笑我扬州清王的笑，你究竟能是的？笑我王子之情多，笑你不该少年你长眉他心笑的是你爱我，我爱你，错过情长无此情，无此情。小生是情到真是四点光，山海呀。
去苦救难的光阴大事。哦，是光阴大事，是救苦救难的，真是救苦救难的。此次小生倒要多拜几拜呀。我有苦，一腔前人拜大师，往日有缘无此高，今朝有缘苏醒。我是有家有业无丧气，有财有色无相知，知我为红尘一愿情。幸福一步好，进四途有从此，一气之下离家门。今生死不尽生死，此去我是有家家难归，有心心无知，有知知难在，有情情无知，救不到救苦救难救他死。去不少，烟火黑破烂桥，大字他被罢了冤死。是福建芳华越剧团的花旦演员，他嗓音明亮，唱腔韵味醇厚，咬字和韵腔上酷似王派，但又有自己的特色。他先后饰演过林黛玉、王志珍、江姐、唐婉等角色，并多次在全国比赛当中拔得头筹，获得了包括梅花奖在内的多个奖项。到底如何呢喃之事，还是与我讲明，我也好为娘子风雨解愁呀。你可知个人生一世，非常真也非常事，非常事也非常心，这非常心以后彼此。虽然是个人是有个人闹事，可知道夫妻原是恋爱离子，娘子心中有非常事，只怕奈妹我两眼有事。听他言语常应是，难道他话中有所指？娘子不必一承认，若是要猜破你心你不是蓬莱新家子，何必往事费心思？就让我今日全当心家子来猜一猜娘
千句不是言，我儿你心中满是事。我好比马骑飞着凤凰桥，管一什么远不是，莫不是呀外是否你不诚心，你不还差钱，他应生子。呀关是否不差此，与我莫共相思。莫不是我娘亲待你来欺呀，你身受委屈奈我情思。灵堂是生在高明为夫人，岂为得起呀小辈十里一子？莫不是我妹妹不懂事，言语打在我娘子。灵媒出言与不是此，我一般今生太无耻。莫不是你为谁高风心不坏，冤冤是为想在公上归子。富贵荣华造心，何劳阴阳操心事？莫不是你淋雨阴晴别有事，姻缘不缘配鸟死。你枉为是个万能子，是我哥哥修此，将我一呀太团情，难道你言我丢失？小声点。六十载话语展影派好风采，新世纪魔云铸古玉新芳华。让我们一起祝愿福建省芳华越剧团的明天更加美好。节目的最后，让我们再来欣赏一段他们带给我们的精彩表演。我与难，我与苦，一家结人百大事。往日有缘无此告，今朝有缘诉心事。我是有家有业无丧气，有财有身无相思。只不为皇上的愿，心困三月无落去。心不意不好，逃进石洞有从此。一气之下离家门，今生事不见丈人。如今我是有家家难归，有心心无知，有事事难忍，有情记不住，绝不杀，绝不见那句出词。哎呀，我去不杀，
叫，大是他被把两元赐。一好啊，财星财高财飞富，再可怜两官生死养苦，咬牙关子不是诚心之理。难道你还无动于衷吗？唉，言一重，心一静，且用高思。你要醉了？不醉，有的是了。沈相公，自责。沈相公。莫当我无情分相知，真乃是佛门此次是来此。相公啊，今生欠下你恩爱债，要报深情。带来情丝华贵未必是新贵，来时可进也可用，万路能疏也能开。这一枚传家之宝，牛青皮生于青青苍白
教道理，空调心。